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又到了周六礼拜，我们要聚集在这边。我们今天呢要邀请我们的弟兄令成简单的说几句话。好，因为在接下来的2天当中，他就要前往日本去发展哦，不是去发展演艺事业，好，是要去发展他的学业。而且呢，这次去呢也不是很短，好，要几年的时间。好，那我们也借着这机会让他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几句。好，那我们也一起拍手来欢迎孔令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平安。先来大致讲一下好了，就不要再问我说我要去多久哦，我要念什么，我真的快烦死了。就是我是要去日本念硕士，然后硕士基本上念2年，可是，在念硕士之前，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我会先在语言学校，所以加起来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才会完成整个学业的部分。然后有预计可能就是硕士毕业完顺利的话，希望能在那边工作一阵子，可是不是长久，就可能先体验一下日本他们的职场文化这样子，然后到时候再回来台湾这样。那基本上还是会很想赶快回来啦，不想要在外地逗留这么久，然后希望是每到有寒暑假，或是因为日本他们1年有3个学期，然后希望就是有放假的时候都可以回来这边，然后看一下大家这样。那很感谢主，我今天是9月25号嘛，那我是3年前的9月24号到迦南教会，这点我真的记得很清楚，所以刚好今天是3周年纪念日，也没有啦，就是其实来这边真的是收获很多，从一开始真的不懂，就坐在台下，然后到现在自己有开始。就是后来一直有一点点零星的服侍，到现在有带小组啊，那其实还蛮舍不得的，尤其是现在的国中生，对啊。然后虽然才跟你们相处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个人是，怎么讲啊？就是觉得还蛮放心不下你们的，因为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学校啊，或者说在教会你们灵命的成长方面，都觉得还是有一些负担存在，所以你们要时常聚会，不能中断。然后不管怎么样，有事就是依靠上帝。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一直依靠上帝，所以在这3年内，就是我来到迦南教会这3年内，然后人生中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不管是家庭，然后我的工作，然后一直到我工作了1年半以后，要去再回到学生的角色。那我觉得这一路上面，我觉得真的要感谢上帝。那他是真的会，我们真的是要对他有信心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信心，是靠着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怎么讲？反正就是真的就是要多多常来教会。因为我其实去年有一度是因为自己家庭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来的没有很频繁，然后。可是还是很感谢大家，就是一直有在关心我。从我来的第1天开始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被很多人关心过，然后也很多人照顾，这样其实真的是很谢谢大家。然后现在，因为我下礼拜2的中午12点50分的飞机就要去日本，然后就是会其实蛮舍不得。其实我前几天心情还蛮浮躁的，就觉得说，要离开台湾这么久，万一如果我明年暑假没回来，是不是要等到3年半以后再回来，这样就非常久。可是后来就有人就是勉励我说，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赶快完成你的学业最重要。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在台湾这边的朋友，还有我的小组员们，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就是大家都来到教会嘛，大家在主内就是一家人，所以大家要彼此相亲相爱。那有任何问题就彼此分享，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就用不同的心情去转换自己，然后有什么事情就不懂的地方就真的多问，然后多祷告，然后还有牧师啊，对，牧师其实帮助我。其实我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还蛮怕牧师的。对啊，就是因为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在台上可以讲这么久的话，然后就觉得都没有考虑一下台下的感受这样。可是其实到后来，我觉得其实牧师每次讲到，其实我不晓得，因为是人生
历练的关系，还是一些经验关系，你都可以从牧师讲道当中一一去印证你的生活的一些习惯或者是经验，这样，所以很感谢牧师。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为我在日本祷告，在日本的我祷告。然后我希望有3件事可以请大家帮我祷告。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家人还没有信主，我爸还有我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我跟我妹联络，就可以邀请她来啊，然后也为着他们可以信主祷告。再来就是因为到日本那边要重新找一间教会嘛，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祷告，找一间合适的教会。虽然可能有点困难，一开始要听日文礼拜，我可能会很痛苦，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祷告。然后第3点就是可以为我在那边的身体健康还有学业顺利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在未来也都可以朝自己的梦想，然后重点是依靠上帝，然后再完成自己的梦想。谢谢。他刚刚好像没有提到谁带你来教会的？康家伟。是嘉伟啊。嘉伟在当兵的时候，好的同梯，然后呢，他就带领他，然后就来到教会。好，然后嘉伟他也在这3年当中啊，大概陪了他2年的时间啊。好，扣掉他自己去美国1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好带领他来教会，并且带领他参加小组，带领他在教会里面认识新的朋友，并且带领他最后在教会里面能够受洗。而令晨他也在他的家中也带领他的妈妈来受洗，成为基督徒。好，虽然他妈妈受洗没有多久之后就蒙主恩召，但是他的家庭、他的家人，包括他刚刚有提到他的爸爸、他的妹妹，都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感谢令晨。包括他的家族里面，也很感谢令晨能够带领他的妈妈能够决志成为基督徒。好，这都是我们可以见证得到的。所以他今天也要跟着嘉伟，好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那康嘉伟在美国，他要去到日本。好，那我们希望下次再有一个去欧洲的，那我们就世界5大洲，澳洲的，好也去过了。好，那世界5大洲我们都收集齐全。好，过去曾经牧师有一段心路历程，说哇，我们好不容易才栽培出来的青年，教会优秀的青年，小组长啊、同工啊这些的干部啊，但是他们好不容易在教会里面摸熟了，但是结果他们又要离开，但是我的心里面会有不太平衡，说哇这么辛苦，结果人走了之后，我们又要再重新再找人，又要再重新再训练人。但是那时候，我们主任牧师就勉励我，说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去，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去。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好，我觉得还是你牧师你想说那么简单，要训练一个人，康家伟啊、洪令晨啊，好这些出国去台中念书的啊，好或是要去当兵的，他们这些都要花多少的时间这样来陪伴他们，然后才能够在教会成长。但是到最近。我看见那个嘉伟在美国，他已经完成学业，而且找到一份工作，开始在那边努力，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相信说康嘉伟有一天会回到迦南教会？有多少人相信的？哇，感谢主！然后又继续祷告。好，我相信有一天神也感动他，好会把他在那边所学所经历的带回来到教会。我也相信一样，令晨在这边，上帝带领他的脚步去到日本，在那边所学所经历，有一天要再带回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来分享。那牧师也期待，刚刚令晨有讲到，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样，你可以在你的学业课业上面来努力，为主发光，为主兴起。但是有梦就要去追，就要勇敢的去尝试。好，之前我们有请那个郑翔也有来分享，好，他分享他在唱歌表演这条路上面他的努力，好，我们有一同来这边看见。好，虽然还没有达到一个巅峰，好，但是他的努力也让我们是彼此来学习。那期待我们大家自己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期许。或许你在教会的服事，你在教会聚会时间有一个限制，有一个时间的长度，但是你只要为了主，好，上帝一定会带领你，好，在各个地方来发光。